容記酒家清盤案，已故掌舵人金建成被判敗訴，大仔金崇軒話好失望，會同律師商討會唔會上訴。喺佢哋發出嘅聲明入邊，強調爸爸在生時被不公平欺壓。至於點處理手上45%嘅股份，佢話會再同叔叔金坤禮傾。我哋家人咧係表示失望嘅。嗰45%會唔會即係賣俾對方？因為對方一直都講話佢哋係一直身。呢個我哋係一路都有商談之中嘅嚇，商談。嘅傾向係而家嘅取態即係。我取態其實我哋一路都願意出嚟去大家去傾談。我爸爸佢呢幾年係受到有一般嘅非一般嘅對待。金崇軒同弟弟金崇元話，只要對方開出合理嘅價錢，佢哋就會賣出股份。至於會唔會將股份賣俾家族以外嘅人士，佢哋冇即時否認，只係話暫時唔作討論。佢哋喺鏡頭後又透露將會另起爐灶，開一間新嘅食肆，主打懷舊菜式，但鋪名唔會叫容記。強調爸爸已經向佢哋傳授烹飪技術，又指有容記員工支持佢哋開新鋪，唔排除到時會拉大隊過檔。而金老太都支持呢個決定。佢哋又大爆爸爸金建成同嫲嫲金老太都受過金坤禮欺壓。喺金老太生日嗰日，金坤禮送上白色利是一封，入邊有錢。佢哋唔認為呢個係友誼嘅表現。又話爸爸金建成曾經被後輩侮辱，令爸爸死前幾年都好委屈。爸爸生前又用盡所有方法，包括透過朋友同中介人，表示想賣股份俾金坤禮一家，但最終金坤禮開出嘅價錢都係唔合理。金崇軒話同金坤禮仍然會不時見面，大家仍然係一家人，期望以和為貴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爸爸